2025年我哋一齊經歷咗好多嘢，有擔憂、緊張、競爭，有開心，亦都試過非常傷心嘅時刻。今日我整理咗今年喺金融同埋經濟方面嘅大事，同你哋一齊分享。2025年發生嘅事可以直接影響我哋喺出年嘅計劃。好，我哋先由美國開始講起。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2025年佢為世界帶嚟咗巨大嘅變化。特朗普以 1.5% 嘅差距擊敗賀錦麗，正式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一上任佢就推出一連串嘅政策，又大又靚嘅法案。The motion is adopted. I have created the brand new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Go! 仲有影響全球最大嘅關稅。China, 67%. European Union, they're very tough.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突 20%. 然之間，全世界嘅官員都忙住打電話俾特朗普開會。呢個係自1993年以嚟美國關稅增幅最大嘅一次，而依家嘅關稅亦都係84年以嚟最高。美國已經同10幾個國家簽署協議，但呢個情況可能會有180度嘅大反轉，因為美國最高嘅法院喺出年將會裁定呢個總統係咪有權自行加徵關稅呢？無論呢個黑天鵝會唔會出現，鋼鐵、鋁材、汽車等等嘅關稅呢都唔會被取消。Across the country, there's been no relief as food costs keep rising. The U.S. job market has made looking for work nearly impossible. 特朗普嘅關稅令到美國今年嘅 GDP 減少咗0.5%。每一個美國家庭因為關稅咧，至少要俾多1100蚊美元。當然，2025年亦都係美國 AI 最暢旺嘅一年。NVIDIA 成為史上第一間市值突破5兆美元嘅公司。單一個 NVIDIA 嘅價值已經超過成個德國嘅一年 GDP。呢一個係巴菲特指標，亦都係指成個股市嘅總價值除以一年嘅國家賺到幾多錢，去判斷呢個股票係咪被高估。而一個指標咧已經突破200%，比2000年嘅科網股爆破時候嘅數字更加高。市場上面開始一個更加大嘅疑問，究竟呢啲全部係咪一個泡沫呢？投資界嘅元老級別人馬，佢哋唔係關心 NVIDIA 嘅市值有幾大，而係質疑一系列嘅 AI 公司之間嘅聯繫。NVIDIA 投資嘅公司都會用 NVIDIA 嘅資金咧，回頭再買翻 NVIDIA 嘅晶片。我哋叫呢啲叫做循環式嘅融資 （circular financing）。呢個循環式嘅融資可以簡單拆為3個步驟。第一步就係 NVIDIA 先投資喺呢啲嘅 startup 公司。第二，呢啲 startup 公司咧又會向 NVIDIA 買翻佢嘅晶片，所以呢啲錢咧又流翻去 NVIDIA 度。下一步當然就係 NVIDIA 嘅收入增加，然後股價上升啦。而家市場就質疑 NVIDIA 呢5兆嘅市值，其實有部分係建立喺 NVIDIA 自己俾錢製造出嚟嘅 revenue 上面。而更加誇張嘅 NVIDIA 唔係唯一一間公司咁樣做 ，OpenAI、Oracle、Elon Musk 嘅 xAI、CoreWeave、AMD、Microsoft， 甚至係 Google 等等。所以 Google 嘅 CEO 最近就話啦 No company is going to be immune, including us. If you overinvest,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如果 AI 泡沫真係爆嘅話，其實冇任何公司咧係可以幸免。望下呢幅圖，雖然 S&P 500咧係屢創新高，但佢嘅升幅咧主要係由 Magnificent Seven 推動，其餘嘅493間嘅公司咧升得好少。呢啲 AI 熱潮不斷咁樣推升呢啲科技巨企嘅股價，但係同一時間，美國正喺度經歷緊最嚴重嘅裁員潮，仲有關稅嘅隱憂，好多人都開始懷疑呢個 AI 泡沫幾時會爆，而呢啲不確定性咧，亦都喺今年裏面反映咗喺市場上面，曾經就出現咗幾次嘅大回調，直至出現咗呢一樣嘢，成個 AI 市場咧又再次活躍起嚟。喺過去幾年 ，OpenAI 一直被冠上最強 AI 嘅名銜，但係喺今年冇耐之前先發布嘅 Google Gemini 3.0咧，佢就顯得更加快、更少犯錯，做到嘅嘢就更加多。
不知不覺 Google 靜雞雞咁樣超越咗 OpenAI。市場上面嘅投資者依家喺度壓住緊 Gemini 會成為 AI 嘅大贏家。Google 今次贏嘅關鍵呢，就係呢度生態系統。Google 唔單止係打造一個 chatbot， 佢哋仲將 Gemini 咧整合晒喺所有嘅產品裏面，由 Google Search、Android、Chrome、Workspace， 甚至係 YouTube。一夜之間幾億嘅用戶咧，唔使開唔同嘅 app 就已經係享受緊 Gemini 啦。而我自己見到 ChatGPT 同埋 Gemini 之間咧，最大嘅分別就係 ChatGPT 一開始係用文字去訓練嘅 model， 而 Gemini 由面世開始，佢就已經係用緊文字、圖片、影片，甚至係聲音去做訓練。所以隨住時間越嚟越耐，呢兩個模型嘅表現差距咧就更加明顯啦。仲未完啦！11月25號有一個突發嘅新聞，震撼晒成個投資市場。Shares in chip makers have been rocked this week by reports that Meta could buy billions of Google's AI chips. 消息就透露 Meta 有機會喺下年開始租用 Google 嘅 TPU 晶片，而且喺2027年仲會直接買埋呢啲 TPU 翻去自己用。呢粒細粒 Google 自家製嘅晶片，突然之間引起好多注意力。冇錯 ，Google 除咗喺出面買 Nvidia 嘅晶片之外，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做晶片。Google 嘅 TPU 咧成本更加低，運算更加快。一夜之間，成個市場咧係突然之間 realize 到，咦，原來 Google 都變成 Nvidia 最大嘅競爭對手。Google now working on a new initiative that would challenge one of Nvidia's biggest advantages in AI. 市場依家意識到 Google 唔單止係一個 AI 嘅 software 公司，更加係一間被低估嘅頂級 AI 硬件公司。好多人以前咧都當 Google 係一間廣告公司，但係依家咁睇，市場所有嘅諗法咧都變晒啦。Google 係唯一一間擁有最完整嘅 AI 供應鏈嘅公司，由晶片 TPU 到雲端，到 Gemini 嘅模型，去到應用喺 YouTube、Search Engine， 全部自家包辦嘅 ecosystem。當然啦，投資者都開始質疑 OpenAI 究竟賺唔賺到錢。相信唔少人都聽過 OpenAI 計劃喺26年或者27年上市，但係依家上市究竟可以集到幾多支呢？ OpenAI declaring code red as the AI race intensifies. OpenAI 嘅 Sam Altman 最近喺公司緊急下令暫停所有嘅非核心項目，要全體嘅員工咧集中火力去搶救翻 ChatGPT 嘅核心競爭力。Google is still a huge threat, extremely powerful company. 好明顯佢都感受到其他 AI model 對佢哋嘅威脅，而對我嚟講，2026年嘅 AI 競賽嘅重點咧，唔再係講緊邊個擁有最有創意嘅 chatbot， 而係邊一個 AI 可以正式應用喺工作同埋生活上面。所以其實 AI 嘅發展咧已經去到 Phase 2啦。好，答翻大家嘅問題，究竟我哋係咪喺 AI 嘅泡沫裏面呢？睇翻依家全球估值超過1億美元嘅 AI startup， 我哋叫佢 Centaurons， 有1300間，而呢堆公司裏面好多都攞咗好多融資，但係咧尚未有呢個盈利嘅能力。至於估值超過10億美元嘅獨角獸 Unicorns 咧，足足有498間，亦都係資金聚集最多嘅地方。對我嚟講，兩次泡沫最大嘅分別咧，係在於係邊一個輸緊錢呢？睇翻 dot-com bubble 嗰陣時 Back then, the internet was new and transformative, and companies with no sales were flying. 所有嘅垃圾咧，其實都係股市裏面。當時咧，隨便一間公司叫 dot-com 嘅話咧，只要佢上市，即使間公司完全冇盈利，股價咧都可以翻幾倍。所以當時嘅散戶係直接參與咗泡沫。而家睇翻2025年嘅 AI，This is differ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o highly valued actually have earnings and stuff. 大部分嘅垃圾都係集中喺 VC 同埋呢個私募市場裏面，同 dot-com bubble 嗰陣時唔同。依家公眾接觸到嘅 AI 巨頭公司，譬如 Google、Meta、Microsoft、Nvidia 呢啲咧，其實就似當年嘅 Cisco 同埋 Intel。喺未有 AI 之前咧，其實佢哋就已經有巨額嘅盈利㗎啦，所以佢哋係底子好雄厚嘅公司，風險咧就唔係喺佢哋度。而對我嚟講，真正嘅風險係在於喺嗰498間嘅 Unicorns 同埋嗰1300間嘅 Centaurons， 佢哋係估值極高，但係咧盈利係極低，大部分仲蝕緊錢。當中一間咧，大家都知道噶啦，
OpenAI。 It could value the company at as much as $830 billion. 但係盈利呢，只係得130億嘅美元。預計去到2029年，佢哋嘅支出將會飆升至1150億美元。佢哋依家係瘋狂咁樣燒緊錢，成件事仲未跟得上佢哋嘅天價估值。而好多人依家都喺度諗啊，我依家買嘅股票好快就有 revenue 翻嚟㗎啦。但係大部分人都忽略咗呢個現實，就係 AI 唔係單單一個 software。Copy and paste 咧就得嘅，所有嘅 revenue 仲要靠基礎設施去 support。第一係晶片，台積電係地球上面唯一一個咧能夠及時生產呢啲先進晶片嘅代工廠，亦都係我哋叫嘅樽頸位。佢嘅產能咧唔可以一夜之間咧憑空變出嚟。另外就係能源啦 ，OpenAI 每日嘅用電量係講緊850個 megawatt hours， 即係等於3萬個美國家庭成日嘅用電量。而 OpenAI 同微軟嘅超級電腦 project Stargate 咧，淨係呢一個 project 就要用高達5個 gigawatt 嘅電力啦。巴菲特咧有句好出名嘅名言，對我嚟講，真正嘅 bubble 咧就喺嗰1000幾間嘅 Centacons 同埋 Unicorns 裏面。而 OpenAI 依家嘅財務狀況顯示咧，佢哋根本就冇着泳褲。至於 Nvidia 咧，對我嚟講，佢係一個供應鏈最頂端嘅位置，現金流亦都非常之好，仍然安全嘅。但係咧，依家嘅股票估值咧就極度昂貴啦。一陣咧，我會喺台灣嗰 part 咧再深入同你哋講，我哋應該留意公司嘅邊一啲嘅財務數據同埋產業發展，同埋教你點樣睇一睇 Nvidia 嘅財務數字。作為投資者，我哋都要明白 Nvidia 同埋所有嘅科技巨頭佢哋嘅訂單啊，都係要時間先至收到錢嘅。而能源同埋 data center 嘅建造咧，亦都要去時間去建立。如果你好天真咁樣諗，我手頭揸住嘅 AI 股咧，等幾個月咧就會炒上去噶啦。我就覺得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對我嚟講，喺 AI 上面嘅投資係要長期同埋持續，唔可以短炒。人工智能。當然一講到 AI 咧，2025年最經典嘅一張相咧，當然係呢一個啦。Nvidia、Samsung 同埋現代嘅 CEO 一齊坐喺同一張台上面食炸雞。Nvidia 宣布喺韓國部署26萬粒嘅 GPU， 比英國仲要多，甚至比成個歐盟加起嚟更加多。韓國唔單止買晶片，佢仲大力投資100億美元去打造一個頂級嘅國家 AI 設施。除咗政府之外，大學嘅科研機構，甚至係企業巨頭 Samsung、SK、現代會瓜分晒呢幾十萬粒嘅晶片。不過更加有趣嘅就係 Nvidia 喺製造每一粒 GPU 晶片嘅時候咧，都要需要一個叫做 HBM 嘅記憶體。HBM 咧係可以令到 AI 嘅運算更加快，同埋咧減低消耗嘅能源。咁你哋又估下邊個一個係 HBM 嘅出口大國？冇錯，就係韓國啊！佢哋佔足全球嘅比例80%，所以 Nvidia 賣 GPU 賺到嘅錢，轉頭又會俾翻 SK 同埋 Samsung 去買翻咧佢哋嘅 HBM。一邊壓住 AI， 一邊鎖定利潤，呢個策略對韓國嚟講，絕對係又安全又非常之醒嘅策略。隨住 AI 同埋晶片嘅爆發，韓國嘅股市一飛沖天，今年升幅超過70%，成為2025年全球表現最好嘅主要股票市場。隨住韓國政府大力咁樣推動 AI， 同埋同 Nvidia 嘅合作，韓國嘅 AI 市場預計喺2026年增長咧會大約14%。你可能冇留意，韓國喺 AI 模型上面已經排全球第3，僅次於美國同埋中國。不過如果你仔細再睇呢啲數字嘅話，韓國同中美兩國咧仍然有幾大嘅距離。講完 Samsung， 當然唔少得要提佢嘅重要對手台積電。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業巨頭，真是
最棒。辉达、超微等等美國科技大廠呢狂搶訂單哦，讓台積電先進製程產能滿載。佢哋預計今年嘅營業收入可能突破3.7兆嘅新台幣，增長高達30%。台灣政府原本就以為美國嘅關稅戰殺到埋身，樂觀的情況，台灣2025年 GDP 仍不保3。點知因為 AI， 統計總處今天大幅上修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到7.37%，更加係歷史性第一次超越南韓同埋日本嘅人均 GDP。不過 AI 經濟瘋狂增長嘅背後，台灣經濟亦都有陰暗嘅一面。以台積電為首嘅科技晶片業咧起飛嘅同時，傳統嘅台灣產業咧其實喺度苦苦掙扎。AI 相關嘅產業其實講緊唔夠5% 嘅台灣勞動力，另外95% 嘅人其實佢哋係感受唔到經濟起飛。航運、塑膠、水泥等等呢啲僱用咗超過200萬人嘅傳統行業越做越差，睇財報就知啦。成個航運業嘅前3季嘅利潤跌咗台幣1356億，塑膠業仲慘，蝕咗252億。彰濱工業區工廠內空蕩蕩的，傳統產業坦言壓力真的很大。科技業嘅急速發展，令到土地、能源、勞工成本所有都變貴，造成咗台灣經濟兩極化。一邊係有錢有增長嘅科技業，一邊咧係努力求生嘅製造業。台積電作為全球最強嘅半導體晶圓製造廠，佢哋稱霸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係良率。想象一下，你焗100塊曲奇餅，良率就係幾多塊曲奇呢？係可以 OK 食得嘅。如果呢個良率只係得10% 嘅話，即係有90塊係焗燶咗，要抌落去垃圾桶，食得又可以賣出去嘅呢，得10塊。咁呢間公司又梗係蝕大錢啦。如果你要大規模生產，為到本，至少要有70個曲奇餅係食得落肚嘅。呢個亦都係台積電決勝嘅關鍵。Intel 喺最先進嘅晶片良率裏面，即係得10%，有排都未可以大規模生產。Samsung 都好努力咁樣想排頭，喺2納米嘅晶片良率咧，去到60%，但係仍然要繼續努力。然後係台積電，佢哋喺先進晶片嘅良率已經突破70%，自然就成為晶片代工廠嘅 No.1 啦。事實上，台積電大約有40% 嘅收入嚟自得2個嘅客戶，分別就係 Apple 同埋 Nvidia。以依家全球最強嘅晶片 Nvidia 嘅 Blackwell 為例，基本上台積電咧係包辦晒全部嘅生產，所以 Nvidia 同 Apple 唔係中意揀台積電，而係需要用台積電。無論係 Nvidia 嘅 Blackwell 定係 Google 嘅 TPU， 絕大部分都係由台積電生產，喺先進晶片上面佔足90% 嘅市佔率。所以有人話喺 AI 嘅世界裏面，真係可以講條條大路咧通台灣。不過呢種壟斷亦都有隱藏嘅風險。依家 AI 爆炸式咁樣發展，完全係靠所謂嘅資本支出 CapEx。CapEx 就好似公司不停咁樣碌卡，下下仲要碌好多咁樣。好似 Microsoft、Google、Meta 呢啲巨頭，講緊係每幾千億咁樣咧花落去起呢個 data center。所以我哋如果要研究 AI 係咪有泡沫嘅時候，最緊要亦都要留意工廠同埋公司盤數兩樣嘢啦。工廠即係台積電，你可以將台積電想象成個城市裏面唯一一間可以整曲奇嘅工廠。如果啲超級市場好似 Nvidia、Google 咁樣，唔再同佢買曲奇餅，即係話冇人要啦。所以要留意台積電嘅訂單。如果台積電嘅營收下跌嘅話呢，可能係一個危險嘅警告。呢啲資料可以喺台積電每季嘅財報咧都睇到噶啦。但係如果 AI 真係爆煲嘅話，我哋點樣先知道邊間公司可以避過一劫呢？所以我哋要睇翻超級市場自己嘅能力啦，即係呢啲公司嘅財務數據。有3樣嘢咧，我哋可以特別留意嘅。第一個數據咧就係睇折舊啦。呢啲公司有冇刻意延長呢啲設備嘅使用期限呢？尤其是喺 AI 領域裏面，科技進步得係非常之快，所以好多呢啲設備咧好快會被淘汰。有啲公司咧可能會手動去延長呢啲器材嘅使用期限，所以要留意財報裏面嘅 useful life。如果每年嘅折舊費用即係 depreciation 嘅 expense 咧減少，咁樣可以會直接導致佢哋嘅 net income 咧
帳面利潤咧即時上升，咁樣盤數咪睇落去靚好多咯。一個係 Nvidia 嘅例子，唔單止 Nvidia、Meta、Google、Microsoft 全部都有用類似嘅財技。第二就係睇佢嘅遞延收入啦 ，Deferred Revenue。公司傾完一單 deal，所以咪收客嘅訂金咯。咁呢啲收入咧會睇落去好似好咗喎，但係其實間公司都未幫過客做嘢，所以呢個數其實隱藏咗好多未來要做貨嘅支出，因為佢連貨都未交，所以呢個遞延收入咧亦都會記帳喺呢個負債上面 liability。譬如度睇下 Tesla 都有做呢啲數㗎 ，Nvidia、Microsoft 都有做呢啲數㗎。第三個要留意嘅數咧就係自由現金流啦。如果現金流太低嘅話，有幾個可能性，咁你就要睇下公司係真係冇錢啦，定係使晒啲錢去大規模擴張。呢啲就係財報上面嘅例子啦。所以作為投資者，千祈係唔可以懶，投資之前要睇清楚財報啦。想象一下，世界嘅經濟係一系列互相連接嘅水管，而水代表商品。當水由一個地方流到去其他地方呢，就係我哋所謂嘅貿易啦。中國係世界上面最大嘅水源，2025年預計將會錄得超過1.2兆美元嘅貿易順差，即係流出去嘅水多過流入去中國嘅水。但係今年年初開始啊，美國起咗一埲好高嘅牆，縮窄同中國之間嘅水管，令到呢啲水更加難流入去美國。但係中國有咁多水，點好呢？於是佢哋就擴大咗同地球南面嘅國家之間嘅水管，即係指呢條線以下嘅國家。自從第一次同美國有呢個關稅戰以嚟，中國公司已經積極開拓喺南部嘅市場，包括東協、拉丁美洲同埋非洲。依家中國賣貨去呢啲國家嘅金額已經比佢賣去美國加埋歐洲總和多過50%啦。如果我哋跟住呢個貨櫃睇睇，佢先由呢個中國出發，沿住呢啲水管呢去到美國，但係美國嘅關稅牆呢實在太高啦，入唔到去。於是呢，佢兜路去第二度，佢先抵達越南，然後就貼一個新嘅 label 或者加幾粒螺絲，呢啲貨呢搖身一變做越南製造，成個貨櫃呢又再出發去美國。其實唔單止越南，從中國進口最多嘅國家，好似泰國同埋印尼，同時亦都對美國出口同步增長。佢哋成為中美之間中間嘅最重要嘅管道。其實呢一招咧喺第一次關稅戰咧真係好有效嘅，但係美國已經注意到呢啲水管，所以而家美國亦都喺越南、泰國同埋印尼之間又起多一埲牆。佢哋要求越南起埲牆，檢查啲貨係咪真係 Made in Vietnam 呢？所以大部分嘅中國企業都意識到佢哋唔可以再咁易用翻舊招去避開關稅啦，唯有開拓更新嘅市場，去更遠嘅地方走。睇一睇呢個資金規模，過去10年中國企業對呢啲國家嘅投資係幾多呢？係爆炸式咁樣增長，增加咗4倍有多。IMF 同埋 World Bank 咧都不約而同上調中國經濟預測，今年嘅全年 GDP 咧可能會增長5%，而2026年咧就會增長4.5%，主要係強勁嘅貿易出口，仲有中國政府最近推出嘅財政刺激措施。不過中國經濟亦都面臨唔同嘅問題啦。IMF 明確咁樣指出，中國仍然過度依賴出口，鼓勵中國必須轉型為呢個消費主導嘅經濟模式。而當樓價下跌、就業市場疲弱之下，啲人就會覺得變窮咗。中國最新嘅青年失業率咧係高達17.3%。中國今年以嚟內需仍然疲弱，而因為中國國內嘅消費者買得唔夠多啦，同時人民幣匯率咧又走弱，工廠咧要賺錢，唯有靠出口啦。今年經濟學家就形容中國係一個 exporting deflation 嘅國家，即係喺國內過剩嘅產能以較低嘅價格咧向全球出口商品。所以雖然出口量係大增，但係出口價格咧就喺度跌緊。大部分嘅經濟學家預計2026年呢個 exporting deflation 仍然會持續，加上弱嘅人民幣匯率，有機會令到歐洲或者美國推出反制性嘅關稅措施。作為投資者，大家就要留意關稅戰呢，有機會喺2026年繼續持續發展啦。高市早苗君を内閣総理大臣に指名することに決まりました。
2025年，日本迎嚟一個歷史性嘅時刻。高市早苗當選日本第一位女性嘅首相，佢被認為係日本嘅鐵娘子。高市對中國嘅立場更加強硬，由佢上任開始，地緣政治摩擦迅速升溫。Sparked by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when she said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could threaten Japanese survival。但係得意嘅就係佢公開崇拜英國嘅戴卓爾夫人呢，係佢偶像。The ladies not for turning。但係呢，就走另外一個幾乎相反嘅路。同戴卓爾唔同，高市唔係要收緊開支，而係要將日本推返去安倍經濟學，即係印錢加低利率加政府大使錢嘅刺激政策。佢嘅核心策略好直接，日本停滯得太耐啦，唔要節流，要用刺激嘅方案推動經濟。而佢講緊係創紀錄嘅21.3兆日元嘅支出，為咗要籌錢刺激經濟啦。日本計劃喺呢一個財政年度咧，額外要發行超過11兆日元嘅新國債，係上一年嘅1.7倍。日本咧亦都準備提高佢哋嘅軍事開支，強調國防同埋經濟咧兩方面都要安全。簡單講句，即係要使好多錢啦。日本嘅債務比率係全球主要國家裏面最高 ，Debt to GDP ratio 簡單講即係你爭嘅錢相對於你一年賺錢嘅能力有幾多呢？日本係全球最高237%，即係你賺得1萬就借足23,700蚊啦。高市政府講嘅邏輯就係，嘿唔使 cut 債嘅，只要令到 GDP 變大，呢個 debt to GDP ratio 咪自然縮翻落去咯。所以佢哋嘅主力係要推動 AI、國防同埋半導體嘅產業，同時要補貼將重要嘅生產線咧拉翻去日本，或者咧分散供應鏈。花咁多錢淨係一個目標，希望形成一個正循環，供應鏈更加穩定。企業利潤更高，工資更高，消費信心更好，即係經濟更好啦。踏入2026年，我對日本咧嘅關注有幾點。第一，如果日本發咁多債嘅同時，日本嘅利率又開始慢慢上升，咁佢哋嘅日本國債嘅利息支出咧就會大增啦。而高市支持嘅寬鬆政策會令到日本嘅利率長期低過其他嘅國家，即係話日元好容易繼續造成偏弱啦。弱嘅日元梗係對出口或者旅遊業會有好處啦。而寬鬆嘅政策之下，公司咧就借到平錢。日経平均株價は史上初めて5萬円を突破しました。短期裏面咧，日股可能會再被推高，但係日本好多能源同埋食物都係靠入口。弱嘅 yen 即係等於咧所有人嘅生活成本上升，如果人工追唔到物價嘅話，消費信心咧就會冧啦。而地緣政治摩擦升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極其錯誤、極為危險、極具挑釁的涉台言論。日本係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之一，中國對日本嘅貿易反制咧，對日本嘅影響亦都唔可以漠視。而當中最大亦都最少人一開始諗到嘅風險，其實係美國。過去10幾年，日本一直係美國國債最大嘅持有人，但係因為當時日本嘅利率比較低啦，日本嘅當地保險金同埋退休金咧都走去買美債。但係依家日本咧要發翻11兆日元嘅新債，10年期嘅日本國債利率咧近日已經上到去多年嘅高位啦。10年物国債の利回りは 1.9% 台まで上昇，およそ18年半ぶりの水準。既然日本國債呢啲咁嘅安全資產咁穩陣又高回報，啲投資者就會問啦，咁我點解要搏科技股啫？總括嚟講，日本國債、美國國債都有機會咧，因為呢個日本資金回流而佢哋嘅回報會升高，咁樣會對美國嘅股票市場嘅估值有壓力，高估值嘅科技股咧就有機會受壓啦。如果你要投資日股，亦都要留意折換翻日股去港元或者美元嘅時候咧，亦都有日元匯率下行嘅風險。好，終於嚟到歐洲啦！先喺1年之前，美國仍然係歐盟最大嘅貿易夥伴。You think of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但係去到今年，特朗普改變晒所有嘢。特朗普一開始要威脅歐洲俾成30% 嘅關稅，歐盟、美國拉拉扯扯，最後講掂數。President Trump has described it as a good deal for everybody. 雖然關稅減到15%，但係代價就係要買翻7500億
美國嘅石油同埋美國天然氣。歐盟亦都要應承去投資6000億美元喺美國，做咁多嘢都係為咗阻止貿易戰繼續升級。歐洲冇其他選擇，因為北約高度依賴美國嘅支援。拖咗近4年嘅俄烏戰爭，越拖就越燒錢，到依家都未做到呢個停火協議。Europe suddenly wants to wage a war with us and starts it. We're ready right away, Putin said. 仲威脅佢哋已經準備好同歐洲開戰。歐洲知道危機殺到埋身，唯有重新武裝自己。We need to be ready. 而美國對歐洲嘅軍事支援支出亦都持續減少。歐洲就唯有大加軍費啦。喺入不敷支嘅情況之下 ，IMF 更加 downgrade 歐盟區喺2026年嘅經濟預測。好，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哋見到2025年仲有其他嘅大事呢，我未 cover 到，歡迎咧大家喺下面嘅留言區咧繼續留言分享。喺呢度我都想祝你哋2026年新一年有更好嘅開始，最緊要咧係身體健康。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出年見，拜拜。